爱做啥？哇，这里很舒服哎，很舒服啊。对啊，那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这里是你的家乡苗栗公馆吗？厉害哎！不是，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啊，我们家后面就有一个，前面就有一个小溪，就像这样，都好清澈。嗯，然后以前我小时候最喜欢就是在这边倒水啊，然后泡番薯啊，打纸炮。打纸炮是什么东西啊？就放鞭炮啊。哦，打纸炮哦。我们来比赛，看谁的最快到那边。3、2、1，放！看，你那边的水流我比较赢了吧湍急。啊，董后高，董后高是什么？很好玩啊。哦，哇，那今天我们还要去哪里玩？今天我带你去一个你会喜欢的地方。好哦。我跟你讲，小时候啊，我只要回来这个公园，我就会看到我阿公坐在这个树下面乘凉。哦，自己拿一个椅子这样坐对，在。然后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很开心，跟阿公打招呼。对啊，而且啊，你看到现在这些树有没有？都是上百年的。哦。但是有一次我小时候，他们其中有一棵树生病了。对。就其他树啊，不知道为什么一起受感染，全部都。那它是怎么感染？是上哦。他们可能根还有连在一起，还是怎样？但是后来啊，有一个树的医生。树医生。对，我小时候就看他来帮打针，帮他贴像 OK 绷一样的东西把它贴起来。真的假的？就那你小时候应该看会觉得很有趣，对不对？没有，我真的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包起来？这树为什么要这样弄？哦，对啊，我觉得就这样医好了。然后后来现在还是一样，那么茂盛，然后可以在那边乘凉，你看多舒服。对啊，我上次回来的时候啊，是中秋节嘛。对。然后中秋节我记得就是你们在前面的这个地方啊，就是搭那个布幕，对，然后烤肉啊，我对你们家的这个气氛，家族的气氛，很喜欢，对不对？对，因为我小时候爸爸妈妈比较早就分开了嘛，所以其实那时候没有什么家里聚在一起的感觉，哎呦，所以那时候在这边吃吃喝喝的时候，又看他们一家人分工合作，然后你不觉得很幸福吗？对，就是家族的凝聚力这个部分是很强，因为我在这边住到大概4岁，4岁之后我就回台北，所以在4岁之前我又会听又会讲，因为我要跟我阿公还有阿婆讲客家话。4岁之前会，对，都会。但是等我回去上课之后啊，我在家我妈妈也不会跟我讲，所以我现在就不大会讲，我觉得很可惜。我最近想要好好常常回来，然后回来之后，比如说我们家现在都是舅妈在，然后我就想要跟舅妈煮东西超好吃的。我跟你讲，除了好吃之外，我要用这种料理的方法跟她学客语。等下舅妈2个字怎么叫 ？Q 美。Q 美。对，你等下进去的时候就要这样叫，知道吗？好，我知道了。我们现在肚子饿，我们等下打算进去找一下 Q 美。每次有舅妈就有好吃的。对，怎么每次回来都这样？还去找找看他。到了。Q 妹，张福啊，来转来啊，张到啊，对啊，刚到啊。要晒茶嘛？没有哎，好，我热嘞，来，今日我张嘟嘟张这个煮出来呢。哇，感觉今天有好厉害的。好，我们就来蒸这条鱼。哇，Q 美，这是什么鱼？鱼螺红。你今天打算怎么做？清蒸。清蒸。现在这个我先把它拿去蒸。对，蒸熟后，要等它要蒸拿来切来了。哦，好，那这个就交给我，好不好？切怎样？切末吗？还是？切末。
不是按油，它煮一点点的。哎，舅妈这么会做料理啊？看你们用会不会？不会。舅妈，你会不会很想要去帮她用？我们每次回苗栗就是在吃，我们都没有帮忙做。对啊，可以吧？这样子。哎，你说香菜的客家话怎么讲？香菜，香菜。我从前面好按。哦。哎呦，这个餐饮科的呢。啊，这个也是要怎么切？就切油油。哦。好像都要切很碎，就这样，油。这个辣椒如果不是那么辣的话，就是要好看嘛，对不对？好看，那有个香味啦。哦，香味，辣椒香味。啊，对。哎，那我这样子这一道鱼的料都备好了。要加酱油。还要加酱油。因为我们那边没有毛咖盐，一定要加调油。毛咖盐是没加盐。毛咖盐。哎，厉害哦，你听得懂哎。毛咖盐。可以。哎，那你知道我最爱吃的一道客家料理是什么吗？你还记得吗？我客家小炒。除了小炒之外，我每一次回来公馆一定要吃的，指明我都会跟就炒水晶饺。哎，对，今天 Q 妹有帮我准备这道。有，你都回来蹭吃蹭喝，很正常。韭菜花叫什么？快菜法。开菜法。哎，那英文要来练习一下吗？好，可以。来，你来练习一下。那这个要怎么？交给你，也好好学哦。这也是。你回去要煮给我吃把它切多小呢？大概指甲。哦，好，这样可以吗？可以。不行，你要跟他讲。做的啦。哎，你知道客家苗栗这边的水晶饺很特别，你知道吗？这家的为什么会？它比较 Q 吗？有 Q 用？为什么？有 Q 用的。因为一般啊，我们在外面吃到水晶饺都是用煮汤的。对啊。哎，我们客家的比较不一样哦，就是用炒的。是。为什么？我发明的。因为之前做菜的时候是一定要有一个食包哎，的用亚种食包哎。我这几年呢有被你们调教到切东西还可以，不然我一开始只会煮泡面而已。Q 妹，我跟你讲，在家里啊，其实他也会做菜，但是我做菜比较好吃。没关系，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脱胎转世，变让他做，变做菜是好吃的。所以说。我常常会制造很多机会让他练习。好，先给他烫软。好，我要先烫。这个是没有动的，那它烫几分钟？给它浮起来就。哦，好。这边的水晶饺有个特色，它咬下去的时候，那个皮很薄。软的，里面那个馅又很香，咸香。就比较软啊，一般就是很润。软的那个客家话，我记得好像能。对。来哦，应该好了吧？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好了哦。对，舅妈要。这样应该是可以了，把它捞起来。把它捞起来。哦。捞到这。哇。好，可以，一点水没关系。油先落去，酥芒的落去，全部吗？没油先给。油啊。对，因为我又油又香的油。好。然后呢？来我们来包樱花虾。樱花全部吗？对，全部下去。然后呢？接下来又教他。煸一下。哇，好香哦！很香，味道怎么都出来了哦。冻香哦。冻香哦。啊。对啊，一样。哦，这么快。这全部都倒进去了，你一半。对，再看，边看，好，这样。哇，好香哦！哎，光这个就可以配饭了呢。好，这样就可以了。是。这样拌一拌。哦，有样子了。啊，看起来好好吃哦。来，那我们鱼香蒸好了嘛？好。那接下来我们这个就把它铺上去嘛？铺上去。好，我来弄油。哦，香哦，已经有香味了。先把这是麻油先。麻油。
麻油哈，麻油，各位就改一点嘞。那芒果油。这个是芒果油。橄榄油。哦，冒烟了，冒烟了。对，那其实蛮快的啊。哦，冒烟就可以了是吗？对，你是不能一下浇这么多，你就是要这样子，慢慢浇。对，慢慢浇。为什么要慢慢的？这个菜才会熟。它每一个地方都要不能集中，因为你全部一知道就集中。对，就是要给它这样慢慢的倒。哇！哦，完成了，完成了。哦。可以吗？不行了，好，好吧，我们就放过你们。没有，其实老板说，其实我们有个压的机器。有。你看它。哇，太棒了，成功。明显对不对？嫩豆腐，水水嫩嫩的，就是看起来比较老一点点，但是比较扎实。动吃动吃，快做事。妈去那个散步，现在回来，刚好赶上。我们呢煮了一桌的佳肴，我们现在可以开动了吗？可以。好，中哎，请之宝哎哦。对，炒饭也包哎。你自己包的？对。当叫我是你包的中哎。试试看。我赚了呀。客家粽有什么特色的地方？萝卜干。萝卜干是什么？萝卜干。萝卜干，萝卜干，好香哦。用菜啊，用菜。我来到我们公馆，没有吃这个客家小炒，真的不算来到苗栗了。而且我对舅妈客家小炒印象很深刻，它的肉爆多，然后肉又很软嫩。唔好皮猪肉啦。哦。用酱猪肉。更没皮的呀，但是酱。这为什么这个鱿鱼那么软？我在外面吃很多餐厅哦，有点硬。不是，对，是它那个口感太硬。还有这鱿鱼又很香。其实秘诀是什么？妈爱泡啦。哦。要泡。要挑。要挑。你要挑大只一点，肉厚一点的，你不要这样硬硬的硬。哦。那我可以买一般那种新鲜的市场买的那种鱿鱼。没有那个香。不行，是不是？没有那个香。波头。我跟用。我跟用。哦，这水晶饺，你们先吃一点，大部分的分给我。好，好不好？没事，吃。剩下的应该就是留给我。怎么吃？我都台北哦，买唔到安尼。不一样。它的皮，你有没有觉得它的皮不一样？而且它那种 QQ 的，蓬，而且它的这个里面有用这个油葱酥，这个这个是画龙点睛就是靠这一罐。这一罐我们这次要带个3罐回去。应该用猪油，现在用猪油，才香。我在家就是不知道吃什么，小朋友就是煮个面，拌个面，加点蚝油，加一点酱油，拌一拌，好好吃。对，有这瓶就可以拌很多。哇，这好嫩哦。会辣。但是好香哦。像我每次回来啊，我每次看到这边，我就会想起以前阿公。阿公他以前是不是在做笼嘛？我就看他们买了很多那个竹条啊，他自己撇的竹条，自己撇竹条，然后自己那边卷，然后那个龙头啊，那个笼还要贴那个什么纸啊？那个布都在贴呢。布是布啊？是布，不是现在人都用纸了。对。可是我们是用白布再画上去。没有，都是黄色的笼，你就用黄色的布。那龙头怎么办？
龙头谁做？阿公啊，也是阿公做。他就是把它塑一个心，他没有空好贴条啊。那个是要在庙里面，在庙什么时候？元宵节的时候。元宵节的时候。哦。那为什么每年都是阿公做？没有，只有他才会做啊。现在失传了。我们刚吃饱，这样带你来这边水圳上面这样子走一走，刚好这边有一个100年的豆腐店，你知道吗？豆腐店，豆腐的那个客家话怎么讲？挑夫。对。然后这一家不单单只有挑夫而已，还有挑夫法。挑夫法是什么？豆花。好可爱。我带你进去瞧一瞧。挑夫法。嗨，店长，嗨，欢迎。我今天带我老婆来制作这个挑夫。所以我们今天要做挑夫。对。怎么不是来吃啊？我们要自己做哦。是。我们要麻烦店长来教我们一下。对，你们自己做，自己吃，自作自受。好，来。来，我们就定位。来。那我们今天有办法完成，可以带走。可以的。那我们做豆腐很简单。对。你做得好，我们就吃正常豆腐；做差了呢，我们就吃豆花；做得太硬了，我们就吃豆干。吃的。我迫不及待想马上来做看。那我们现在怎么开始？第一步是什么？来，今天要使用的一个凝固剂用的东西，它叫做盐露，它是像这样子清澈如水。那我们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把豆浆加热到75度。好，开火就要开始搅拌哦。那么快就马上就开始搅拌。差不多中大火这种方式。中大火。你觉得它开始它在冒烟的时候呢，我们呢有温度计。对，温度计需要75度，可以吗？好的。那店长，我很好奇，这家店的店名叫川龙豆腐坊。是。为什么？川龙老屋豆腐坊。那为什么加老屋？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个房子呢，它已经将近有100年的历史了。100年。是，而且你们现在正站在水的上面。对，我们刚刚经过的时候有看到那个水圳。是。水圳呢，从你的脚底下流过去。那以前人盖房子比较简单，所以他会用这边就地取材。那我们把它承接下来，因为想说老房子呢，如果好好的整修，其实它还是有一些那个可以活化它，对不对？然后这个附近大家也会因为这样子，然后能够吸引一些年轻人回来，在这个地方工作，而且变得好文青。我带你来这种地方来对吧？你最喜欢这种文青的店？喜欢这种文青的店，然后已经即将75度了。好，这个温度到的话呢，我们待会就先把盖子盖起来，然后关火。好。我们要开始准备做碘卤，那我们需要13 cc。好。20，你可以吸多一点再打出来。平常有没有帮那个毛小孩喂食什么之类的？我知道要这样子。在诊所都那个护士都怕有空气，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不需要那么精准。然后嘞，那我们现在比较挑夫还是挑夫干？挑夫管，挑夫干还是挑夫法？到底会变成什么呢？就看大家下一个步骤喽。那我们现在下一个步骤是这样，我们要碘卤。好，那我们分2次碘。第一次碘一半，概念性的一半啊，然后搅拌10下。好，第2次就全部下去之后，搅拌之后要发现它的豆浆开始有一些那个透明的液体出现，这样就会停了。好，来，请下。好，搅拌10下，全部把它注射进去之后呢，我们要开始观察我们豆浆的变化哦。好浓哦，好浓哦，开始越来越重了，有没有？对，不好搅拌了。有阻力出来了。阻力出来了，你看到它开始有透明液体，就比较浅的液体出现的时候就要停。只要看豆浆本人哦，你看它。有，慢慢了，越来越重了，对吧？对，
好，来停一下，我看一下那个状况哦哈。我现在把，因为这个，像你看有没有分层了？那是不是有透明液体出现了？对，好，这样停可以停了。那你这边呢？有透明液体出现了。有，现在这样透明一体了哈。好，那我们把它盖盖子，可以挺起来。嘿，那我们现在计时10分钟。10分钟过了。对，好了吗？好期待哦。那这个是豆腐脑，我们讲就要做豆腐前的一个凝固的一个状态。首先先拿出你的布，摊开来，放到这个的中间，然后模具正中心。对，正中间，伸出你的食指跟大拇指，把它往下压下去，让它布尽量贴到那个木模的边边。好的，好，那我们现在要开盖，看看你们的成果怎样。好紧张哦，请开盖。不成功变成人了。我们2个人有点不一样哎。对呀，所以每个人做都会有点不一样，但没关系，我们把它倒下来，倒到你的木模里面。其实这个步骤很疗愈哎。好，然后我们现在看，你现在有像这样一块大块的那个状态，有没有？对。拿出你的搅拌棒，把它切碎，对，然后把它铺平，表面把它铺平。你把它布包起来，就布上下左右。我这样做对吗？是的，把它铺平就好。好的，那我们现在把这个上面上盖先压一个平的部分。对。然后再放第2个，把它颠倒放。我们现在开始要重压，然后你们现在开始就可以用力压了。我们希望能够压到这块跟它平，这外面外框平。它真的压得下，每一个人都压得下去吗？就要看每个人的手法喽。不一定吧？可以。来，请帮他试试看，还能不能再压一下？不行了啦，老板娘开玩笑吧。老板娘，你在跟我开玩笑吧？好，我越来越下去了。怎么可能？对啊，你看，真的，你看他已经有在接触到那个边缘了。所以意思是说，我要把它水分完全的尽量就对。可以吗？不行了，好吧，我们就放过你们。没有，其实老板说，其实我们有个压的机器。有。你看它，赶快拿出来哦。应该是可以的啦。好，加油！感谢你们。这是我还是要换回来。好，等一下，因为你们好，我们可以把它拿起来，看看你们刚刚努力的成果。拿底板整个翻过来。好，放下去。然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底板拿起来。好，请给我。好漂亮哦！羡慕还是说你觉得这样就好？这样子就对哦，好开心哦！有看到这个纹路，对啊，好像我在市场买的那个一样哦。这样看起来很贵我自己做的哎。对啊，可以拉开了吗？哎，可以啦。这样很平才卖得出去哎，破一个角，那个老板娘不要了哎。哇，太棒了！哇，耶！谢谢。可以现吃。我觉得这个时候，我需要你来帮我评个分。这个明显对不对？嫩豆腐，水嫩嫩的，这个看起来比较老一点点，但是比较扎实。对，就像我人一样，比较稳重。哇，看起来好豆腐餐啊！我们先来吃咸的，所以你刚刚如果再努力一点，就可以像这么的薄的时候，再把水分挤干，就变那样子了。是的。那这个里面看那个颜色不一样，这是因为我们用的是台湾的青仁黑豆，所以它会看起来灰灰绿绿的，可以试试看。那这种是完全整个就是用青仁黑豆做的。豆干好嫩哦，比较 Q 弹，中厚塞，是不是这样子？中厚塞，
那可以再试试看黄豆的。我说。所以回去很简单，你就稍微干煎也可以啊，或者是说像这样子凉拌吃也都 OK。它的香味不一样，香味完全不一样。它是青仁黑枣，所以它会的花青素比较多一点，所以它会有些人说有点像青草的味道。我们可以再试试看。就咸的吃完之后，我们来试一个，这是我们叫豆腐嘛，就是你刚刚我说你们要做豆腐前的一个凝固状态。对。那上面淋的是我们一个麻辣酱，它是会一点点麻，一点点辣。你平常有在吃辣吗？有，那应该可以接受。可以。所以我只要把乳清的部分倒掉，挖就像对，挖起来像这样挖起来就可以了。它没有什么就是咬起来的口感，嫩的，但是它又没有说像刚刚你的豆干那么的硬。对。那有时候就是有些人喜欢吃入口就化了，化掉。超好吃，好吃很黏软，好吃。好扎实哦，你都快要切不下去。那板豆腐吧？板豆腐它就是板豆腐啊。对，这就是板豆腐。可以看和切面。哎呀，都好吃。口感怎样？软软的要怎么讲？软软的。软软的。软软的。漂夫懂好吃。漂夫懂好吃。对。软的。那待会料理就看你们的发挥喽。哇，回去的时候就想说把它做一个就是比较传统的味道，敬请期待。多少？米酒，随便拿，米酒。不随便拿。好像。然后味道不太对，味道怎么好像姜汁比较多的感觉。他会。好吃。动吃，来做事。请问你要做什么料理啊？豆豉烧豆腐。你知道客家话怎么说？偷是分豆腐。可以，厉害！我可以帮你什么？你等一下帮我，因为你知道我们家谁比较会做菜？我们家是我比较会做菜。你比较常做菜，你比较会做菜，但我比较会做菜嘛，对不对？好，那我今天我来当你的助手，好不好？那你跟我讲说你需要做什么，我帮你做备料动作。好，蒜末、姜末、葱小段，葱好，对，等下撒在葱花嘛，对不对？其他都是末。对。那豆豉哎？豆豉这已经泡过了，它泡5到10分钟已经泡过了。好，对啊，那沥干就备用就好。好 ，OK， 它交给你。好，没问题。那我现在马上就开始做。我豆腐先来切一下好了。有练习有差哎。怎么说？你看我当初来你家的时候，对，我不是最担心就是到底，因为我不会做饭嘛。对。那时候我不是跟你妈说，除了做饭之外，什么其他家事都可以。对，我非常记得。对，然后后来妈妈就说好嘛。对。然后她说她是将军夫人，她会做饭，就给她做啊。后来我就看了2年，我就觉得看着好像可以自己来，不知不觉就会了呢。好，那我先煎豆腐。好。那其他交给你。这火会不会太大？我看那个油温，那个油花。不会。看我以前哪会看这种东西？我如果会看那个油画的话，我就不会做8颗蛋包饭，饭还包不起来。啊，那什么东西？因为我就曾经有过一次啊，要做蛋包饭给小石头吃。对。那我就直播的那时候很流行直播 live， 就是做东西嘛。我看一上线，哇，好多人哦，1000多人了耶！我就想要表现一下蛋包饭，结果后来。就想说，怎么1颗蛋，然后饭放在中间，蛋包不起来。然后我就想说啊，那不然先把它拿起来，变2颗蛋。对。然后2颗蛋、3颗蛋、4颗蛋、5颗蛋，已经超过5颗了。阿基斯上线哦，型男大主厨的阿基斯，就阿基斯说你在做什么？
他以为我在做烘蛋。对，我说阿基师，我不是做烘蛋，我是做蛋包饭。然后阿基师傻眼，而且他从头看到我没有想到我居然能吸住阿基师的眼球。后来阿基师就说叫我私底下再去请教他。我那天被大家笑翻哎。其实做菜哈就是要很轻松，不要有压力。我们就边聊天，大不了就是8颗蛋包饭。我们就边聊天边做菜。没有，而且你看我们是怎么认识的？你煮袋鼠肉的时候我们认识的，在澳洲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同学嘛。对。然后到你们家的时候，你煮那个袋鼠料理，哦，那个袋鼠肉一打开的时候好臭哦，可是它煮完之后怎么那么香啊？然后我记得我还要煮很多东西给你吃过吧？对，在澳洲的时候，所以你因为这样子对我产生兴趣，是有好没谁对你谁因为这样对你产生兴趣？没有好吗？你知道我是怎么厨艺增进的吗？你也没教我，你只是给我闻味道而已。对。然后当时我要弄东西给小石头他们吃嘛。那天他说他要吃什么牛肉还是什么，我就很怕我炒不好，我就直接打开 GPT 说 GPT 我的牛肉片大概几公分？葱姜蒜进去爆香了，然后大概几公分？葱姜，豆豉要下了吗？好下。豆豉要加多少？这样可不可以？好。我太大。对，太大你就是离火。对，这个动作我也是学你的。温度太高，我就发现，对，我就发现，温度太高了，因为我以前不知道。你看，他准备温度要太高了。我之前温度太高的时候，姜要下去吗？好，可以下去。然后我就几次因为 GPT 教我做菜之后，你用 GPT 教你做菜，对，这招 GPT 教我做菜之后，发现不错我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小孩也觉得很好吃。然后我要加什么？加酱油。好，酱油。对，加一点酱油。酱油先来一点水好了，先来一点水。马改。我等到想到这是马改的时候，他会不会不小心？有没有？你刚不是说对吗？他会不会不小心就已经？水嘞，水再加一点点，那可能要烧一下。好，然后再加米酒。然后让它煨一下就对。对，米酒。米酒叫什么？米酒。多少？米酒，随便拿，米酒。随便拿，这样子。再多一点点好。再来一点。好，可以。再好，加一点糖。糖需要多少？糖通。好，这样可以。好，看得到。不用一直翻吧。好像。然后收。味道不太对，味道怎么好像姜汁比较多的感觉？你有没有闻到那个味道？好，我们拿一个小汤匙试一下。好像有点。刚开始我也是这样，没关系，我刚开始我也是这样来。他会。好吃。等，我想一下那个味道。等一下我。好，你自己试一下。好像。差了什么味道？酱油好像不太够。酱油是不是？好，来，我来。蒜好像太多了，蒜又太多了，好像有点姜汁烧肉的味道。来哦，你可以，我跟你讲，你现在可以那个按铃，有没有？按铃怎样？请师傅来帮忙啊。它水是要再多一点，可能要给它烧一下。好，没问题。对，可以了，我觉得可以了。可以了，加葱了。不是，就差不多可以起锅啦。起锅再加葱吗？关火拌炒啊。好，好不好？这么多。下了，哇塞！你家的葱不用切，有点样子哦。这葱太多了吧？好了，可以了，锅子。好了，你看我酱拌摆好之后，对不对？你的料理就完成。对，我这样就完成了。好，那你拿着下一道就该我来表现。对不起。你跟我讲，你想要跟我离婚，你压力很大。对。你不是因为讨厌我，还是怎么样？
对，那时候我很难过，然后我就只能找这个福菜好吃。我小时候就是最爱的人嘛。你问他，他有回应你吗？可以给我点力量。动吃动吃，来做事。你今天要做什么？我今天要做的哈，我要讲客家话喽。你来猜猜看，猜猜看我讲的是什么？软凤。软凤。福菜。福菜。炒给嘞。炒好像有炒。给嘞是该不会是过猫吧？哎呦，真的假的？过猫答对一个啊，前面两个。软凤福菜福菜。嘿，答对2个了，最后一个。软凤我不知道。就是我们的蛋黄，软黄。黄哦。对。软黄。对，软黄。是不是？其实你这样听久了，其实你可以抓得到我们客家话那个意思，对不对？对，这是蛮有趣的。对。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开始。我上次去内湾的时候，那你在用的时候，我就来先。我上次去内湾你阿姨家的时候，也看到她非常多的这个菜，一瓶一瓶在那里卖。那倒多少出来？弄大概1/3，好不好？哇，这对你们来说应该是香的，但我第一次闻，我就哇，这个味道有点。我跟你讲，那是现在，你现在这样闻，等一下我煮完了之后你再闻就知道。我看到蛮多福菜都会在那个东坡肉，那东坡肉那是福菜，那是梅干菜。那不一样，是不是？不一样。怎么他们看起来长得很像？哇，你真的是不错呢！你开始料理起来之后，就有一股迷人的魅力。对啊，你还记得我们认识的经过那些的吗？记得啊，我那时候刚好飞机去澳洲的时候，对，陪我去的那个 agent 就跟我讲说，他介绍一个台湾人给我。对。然后我就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们那个英文老师，因为他讲了英文，我这看他嘴唇在那边动来动去哦。我完全不知道他叫我抄的回家作业是什么。对。然后我就想说不行了，我要找会中文的人来跟我翻译，所以我就只好找你。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帅气是那时候真的很无助，然后你从那个楼梯这样子，因为你从1楼上来2楼嘛，我就在那楼梯口远远的等你，我就看你穿着红色、白色横条纹的衣服这样走上来的时候，觉得哇，好帅哦！然后你就这样走，你那时候就觉得我帅了吗？那时候觉得这个人是帅的，但我们那时候还没有爱上你啊，你放心啊。这有烫过是不是？对，就有烫过。这烫多久呢？大概3分钟左右。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你真的来救我嘞！然后你就翻译给我听，说我今天的作业是什么什么什么，就觉得哇，很开心。真的假的？才慢慢认识你。有一次我们在那个街上散步的时候，也不是散步，一群人，我们同学一群人在街上散步的时候，对。那个时候我就，因为我可能敏锐度比较高一点，对。那时候我就觉得，奇怪，我走过去的时候就有人拿一个，你确定要讲这个吗 ？DV 他们这样子拍，对啊，对，一直朝着我们这样拍。那时候我就觉得那个人到底在干嘛？对。后来那个人就跑过来跟你相认嘛，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原来是你的男朋友，对，跑来澳洲来找你，对不对？对，这个故事有一点，你不要紧张，你干嘛尴尬？你不用尴尬，这是事实啊，好尴尬，回忆，好紧张的，那就是回忆，我们2个人的回忆嘛。所以那时候我是帮你见证了你们这个浪漫的那个状况，那个 vibe， 也没有这个，对，也没有那个。对啊，那你也知道我那时候也有女朋友，对啊，很正常。对啊，你帮我拿东西好了。好，我帮你拿。你说，你跟我讲客家话，我去找那样东西。好。酸条。酸条。这边酸条。我已经切好了，你拿一个还没有切的给我，那我刚刚切什么意思？对。For try。好。等一下我还有什么？应该也是要这个吧。好。然后你刚刚说你要软黄，最后。软黄福菜炒什么偷？给什么？给什么？炒。给的。厉
厉害，是不是7个字有差不多到达60%？对，厉害。爆香之后，我就先下辅菜。我要拿鸡精，好，这样。再多1匙，对，好。那么多。对，然后再帮我拿刚刚一个舅妈都没有加那么多盐。是吗？好，半茶匙。哎，它很咸呢。好，半茶匙。我怀疑你这会太咸。好 ，OK， 很好。香味有没有出来了？有，好香哦。接下来我们这个这么快？很快哦。好香哦。稍微拌炒之后，天哪！你帮我拿水。米酒。你这样子啊，比如说像我们后来结婚之后，你都在家里照顾小孩啊，那你会心里不平衡吗？我觉得不舒服的点，可能就是有时候会听到我们周遭的人，可能会说，哎，你不去工作，那你太太去工作那么辛苦，你不会觉得不舒服吗？哦，对，那你这样子钱怎么办？钱怎么来嘛？会有人这样跟你讲？对啊，会担心啦。直接问你哦。对啊，会担心啦。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有点受伤。对。而且你看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变成说我没有收入的时候，缴钱什么的，我要跟谁拿？跟你拿。对。哇，开口一个男生。对。对啊，所以我就是有点不是那么舒服，每次要开口说，哎，我这个停车费要交。现在不会吗？现在还会吗？现在习惯了，不会了。习惯了。对。不是说不在乎，是习惯了。对，习惯了。而且好像现在的社会状态对这个好像慢慢很多男生都在家里照顾小孩。其实我觉得看工作属性啊。对不对？对啊，因为很多人都选择在家里工作或什么。对啊，因为现在有太多的数位游民嘛。对。到哪里都可以工作的。对。对吧？然后你帮我把那个卵黄。对，把它分开来。分开来是不是？分开来。哦，好。它这个。哦，我知道你要做什么了。你要把它放在上面。对。对不对？对，当然。哦，你现在讲我有感觉了，刚刚还没有什么感觉。好香哦，超香的。哇，好嘞，那这个嘞？这是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一步哦，帮我下蛋黄，放上去就好了嘛。对。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我们阿婆啊以前做的口味哦。对啊，这个我非常非常怀念。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吃饭了，走。来喽，吃饭喽！这是你煮的，你说这一道叫什么？豆豉哎，挑豉温挑夫。对。而且这豆腐是我们自己做的。也行哎。哎，好吃哎。对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突然，可能刚我稍微调了一下，是不是？够你了。人家你要不要吃看？这我没吃过。它这里面有蛋黄，你知道吗？之前我们吃的都是那种胡麻酱，对吧？加蛋黄。哦，好下饭哦。它加了那个福菜，就变有一种咸香的味道，它就不会那么的单调了。对，而且也不会好像青菜生生的还是什么的那种。我们2个人啊，这样子单独这样吃饭机会其实超级少。我们刚结婚，其实我们就怀孕了。所以我们其实2个人世界的时间真的很少。我记得我们有一次不是2个人在后阳台，然后等衣服快洗好。对。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就一起看着那个窗外的景色，也没什么景色，但就看窗外。对。然后我不是就突然讲一句说，还好我们有撑过来，所以我们现在2个人都还可以婚姻完好的站在这里。然后你不是说对啊，那时候你脾气那么差，你记得吗？你情绪是比较容易起伏的，对。那我觉得也还好，遇到一个我是比较情绪很稳定的那种人，你知道吗？对。
是因为刚嫁去你们家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都会把很多什么洗奶瓶啊，所有要做的事情全部写在那个镜子上面，每天要一个一个打勾，才可以休息。然后我记得有一次不是我要去打勾，又要再去画的时候，就边跟你抱怨说啊那个妈妈又怎么样，然后你就很安静，因为你平常也会跟我回来回去，然后你那时候突然很安静，我转头看到你突然看到你落泪，我吓到然后你记不记得我问你说你干嘛哭？他说没有啊，我就突然间觉得很难过这样，然后我说啊那你干嘛呀？不是不是应该我见过你哭屁呀？因为我就突然想到当时那个状况，其实我知道你有蛮大的压力。对，可是我觉得你有站在我这边。那时候这样跟你讲，你只有跟我讲，你不是说跟我吵架或觉得说我怎么样。那时候你就跟我讲说，哦，她毕竟是我妈妈，那你可不可以让她这样子？而且说，我就觉得哇，好棒的一种方法哦，就是你也没有跟我吵架，然后你也没有说你妈妈对不对，你也没有说我对不对，你就是只是说，就是你觉得你妈妈的状况也是有她不对的地方。可是你可不可以让对，可不可以让他这样互相调整？对，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哇，你用一种很软的方式，因为两边都是我爱的人啊。对啊，你要我怎么选？我没有办法选啊。对。你跟我讲，你想要跟我离婚，你压力很大。对。你不是因为讨厌我还是怎么样？你是因为觉得压力大，所以想要离婚。现在回想起来是不习惯啊。对，你跟我讲完这句话之后，人就消失了嘛。对啊。你知道我后来去哪里？后来我有跟你讲。我知道，你说你跑去坟墓面前看你阿婆嘛。对。对，那时候我很难过。然后我就只能找。这不太好吃。我小时候就是最爱的人嘛。然后我就问问看，他们说你问他，他有回应你吗？可以给我点力量。我是晚上跑去坟墓晚上还好，我当兵的时候是当比较特殊的兵，我比较不怕。对啊，所以我就在那边待，我这边坐着，我这边想说，我不行，那么容易就放弃这一段。对啊。然后后来我也是觉得我在那边待，想了想之后，后来我还是回家了。好，我感受到了。其实我真的很谢谢你，这一辈子我真的一定会好好的对待你。结婚也有10多年，从没埋怨照顾爱。有人讲23年一粒线，缘结线的伫哪味？台语戏就山就水。见识亲像隔天风 ，And I don't baby baby， 就爱用国贵生意，你会爱也好，爱上伊也好，一生一世总爱你做伴，你会爱也好。像你。